今日叫到大家過嚟，就知肯定係有好事發生啦。放炮！經過咗過年成半個月嘅努力，終於琴日喺婦幼醫生全力嘅檢查底下，成功確診，我老婆有咗啦！哇！冇錯，我老婆粒痔瘡翻咗嚟啦！仲要係咁大粒啊！我哋賀一賀佢。耶！入嚟。乜嘢啊？似。今天是個好日子，嘿。心想的事兒都能成。嘿。明天又是好日子，嘿。曾經的光陰不能倒。嘿。今天明天都是好日子。愛上人生時。嘿嘿嘿。放炮！哇！口號起！自創不發，富貴榮華。飲杯，喝下口。